好啦，大家好啦，啊，大家分享下啊，呢張咧呢份咧就叫路票。路票嚟講咧，一般人咧就係過咗身啦，要寫路票。路票嚟講咧，等於嚟講咧係先人嗰張咧就叫passport 同埋身份證。誒、但你一定要寫路票啊！如果唔寫路票咧，先人係收唔到嘢㗎，即係過唔到關係攞唔到嘢㗎啦。路票嚟講，其實嚟講咧，我哋路票最緊要㗎，路票最緊要㗎。如果唔寫路票之後咧，先人係收唔到嘢㗎。嗱，好多人嚟講，路票唔識寫喎。嗱，你見唔見到呢張路票啊？哇，其實呢張路票都好大張喎，都好多嘢都會填嘅喎，係咪先？呢張路票其實都好多嘢填喎。嗱，大家如果唔識填路票都唔緊要，我而家教你大家咁要寫路票好嘛？嗱你哋見唔見到咧？右手邊嗰度咧，你見有個空位啊？嗰個空位嗰度咧，要寫啲咩㗎？要填寫咩㗎？你個鄉下嘅，你個祖籍喺邊度啊？你個鄉下啊？如如果假設嚟講，你個鄉下咧，你喺番禺啊，咁你寫翻中國廣東府番禺縣咯。如果你中山嘅，咁就寫翻中山縣咯。係啊。如果你係潮州嘅，咁你寫翻潮州縣咯。係啦。仲有呢份路票都好多嘢填喎，呢度嗱，你見唔見中間嗰度咧都要好多啲都要填寫㗎？為亡故俾邊個啊？即邊個人過咗身啊？邊個人過咗身啊？如果例如陳大文過咗身，咁你哋寫翻陳大文、陳大文、陳大文咯，同埋下底嗰度咧。佢幾年先出生啊？佢幾年先出生啊？如果假設嚟講係1942年先出生嘅，咁就要寫翻農曆日期嚟講係25年咯。記住一定要寫農曆日期喎，唔係寫西歷喎，記住喎。1942年出生咧係25年咯。咁就你知唔知幾月幾號先出生啊？唔知全部寫晒佢，吉晒佢，吉月吉日同埋吉時都全部都硬板都寫晒佢，至到咧至到佢幾時先走啊？幾時先離世啊？假設嚟講係2026年7月30號先離世嘅，即係咁啦。今年係2026年7月30號先離世嘅，咁就要寫翻係農曆日期啦。鬼神文書一定要寫農曆日期啊，記住啊！寫翻叫丙午年，跟住6月，跟住18日啦。丙午年6月18日，你知唔知佢幾時先離世啊？唔知之後如果唔知之後，佢哋寫翻吉時咯。吉時咯，1984年先出生嘅，sorry，1942年先出生嘅，屬馬嘅，今年84歲，咁你寫翻告中係84有餘歲咯。呢度見唔見到啊？寫翻係84有餘歲咯，就係咁啦。嗱，呢度咧，你見唔見左手邊嗰度？其實呢度咧，嗰啲係窿窿罅罅咧，都要填寫埋㗎啦。其實呢啲係窿窿罅罅都要填寫埋㗎啦。你哋見唔見到？嗱，你見唔見到咧？呢度範圍內咧，見唔見有個空位咧？嗰度窿罅都要填寫埋，要寫翻要求恩就咩，全部一棟全部乜嘢，跟住雲配身呢個空間都寫埋配身身體嘅身啊，身配帶咩，跟住至到地府就乜嘢
知道乜嘢？跟住呢度都填寫埋不得攔阻念引放行，仍為暴令忘過關，嗰下都要寫埋嗰個關字咯，過關。如果嗰啲如果嗰啲咧南無師傅寫嗰啲城隍爺嗰啲咧，你當然你唔使理佢，嗰啲唔係你寫嘅，嗰啲係嗰啲師傅寫啲。跟住你同埋左手邊嗰個化寶日期啊，幾時拎去化寶啊？如果假設嚟講咧，就係2026年8月1號先拎去化寶嘅，咁你寫翻嘅農曆日期咁就丙午年，咁就係6月19日咯，丙午年6月19日，跟住你俾邊個啊？如果你呢位先人就叫陳大文，咁咧你寫翻陳大文收咯，陳大文收咯，就咁得啦。同埋係喎，但係我忽略咗呢樣嘢喎，我忽略咗呢樣嘢喎。你見唔見到咧？中間有個孝字啊，孝字你係敬父，你係邊位啊？敬父你係邊位啊？如果你敬父咧，你係朋友嘅，咁你寫翻親友父咯，親友父。如果你係仔仔嘅，咁你寫翻兒子父咯，兒子父，兒子父。仲有都要呢度都必須都要填寫埋喺度啊！呢度都要填寫埋㗎。你見唔見到叫逼吸引到運超引啊？如果佢屋企人咧選擇嗰個撒灰嗰嘅紀念花園啊，選擇撒灰嗰紀念花園啊，咁你嗰度呢項都要填寫埋咯。如果撒灰係喺邊度啊？咁就鑽石山紀念花園啊，咁咪喺呢度都寫埋咯。寫翻叫中國香港九龍鑽石山紀念花園，跟住之後咧如果有冇碑位啊？有碑位時候咧，盡量喺度括住佢，括住佢之後咧，你寫翻嗰個碑位第幾號，咁就咩就 OK 噶啦，係咪先？嗱，而家就再下一曲先嚇。嗱，呢張咧我同你起咗個嘅呢呢張老票，我同你起嗰個同你寫晒㗎啦，寫晒成日俾你睇翻㗎啦。你見唔見到？你哋見到嘛？呢度全部都寫咗俾你睇啦。如果假設嚟講，你個鄉下你個祖籍你鄉下你番禺嘅，你寫翻番禺咯。同埋嗰度咧，你屋企人哋選擇撒灰嘅，咁你寫翻嗰個喺呢個側邊嘅，喺呢度逼吸引到雲超引呢個寫咯。咁就鑽石山啊，跟住你寫翻到中國香港九龍黃大仙新蒲崗道，跟住199號，跟住鑽石山紀念花園之後有碑位嗰邊，你盡量喺嗰邊括住佢，跟住寫翻你碑位嘅第幾號就得咯。係啊，同埋有孝字孝敬俾邊位？如果朋友寫親友咯。呢度咧亡故咧就係你邊個人過咗身啊？邊個人死咗啊？過咗身啊？如果係陳大文，咁你寫陳大文咯。咁樣農曆日期都我同你寫咗㗎啦已經。1942年，咁你寫翻嘅壬午年咯。吉月吉日吉時嗰啲同埋全部吉晒嗰啲全部寫晒咯。幾時先走啊？幾時先離世啊？如果今年係2026年先走嘅，寫翻係今年係農曆日期係丙午年咯，丙午年跟住10月16日咯，吉時咯就咩咯，佢今年84先離世嘅，今年84歲先離世嘅，咁你就寫翻84咯。
同埋咧嗱你望左手邊嗰度咧，呢度我同你寫晒之後咧，已經做翻一次俾你睇啦。呢度全部寫晒求恩同埋隨身配嗰啲全部寫埋啦。呢度咩咩咩全部不得難咗念咩咩咩都全部寫晒啦。忘過關口關啊，忘過關哦。到時拎去化寶啊，幾時拎去化寶啊？如果假設嚟講，我當係咁啦，係係今年2026年嘅8月1號拎去化寶嘅，咁就要寫翻係寫農曆日期喎，記住鬼神文書要寫農曆日期喎，係今年係丙午年就咩咩咩咯，全部寫晒咯。咩咩咩全部寫晒咯，幾多日咯？俾邊個收啊？咁就誒陳大文收咯，就搞掂啦，係咪先？好啦，我呢次咧分享咗好多條片㗎啦，已經啊。好，到時我下一曲先再話俾你聽，好冇？好啦，唔該晒你，拜拜。